喪禮按照家人嘅意願一切從簡，冇任何宗教儀式。靈堂橫匾為哲人其位。賓仔多名生前好友同官員都有致送花牌並到場致祭，包括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、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、醫管局主席胡定旭同中大校長沈祖堯等。沈祖堯對賓仔離世感到傷心，話賓仔嘅經歷見證生命可貴。咁由佢即係起初話要安樂死，到後嚟佢願意成為再生勇士，重新呢係開始佢嘅生活，有寫作，有不同嘅計劃，我睇見一個好大嘅轉變，俾我哋睇到呢，即係人生其實係就算喺咩困難嘅裏邊呢，其實都可以有轉機。賓仔家人發悼詞，表示賓仔一度意志低沉，同諗過放棄，但得到親友同醫護人員嘅協助，努力生活落去。之後仲出書，同到學校分享自己嘅人生，勉勵他人。家人相信佢嘅精神會長留大家心中。賓仔喺星期日出殯之後，遺體會運到火葬場火化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黎志豪報道。